目前，原安小姊和安老涉嫌翕假影片，正在咧柬埔寨封抓起来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，经过法院审理了后，依照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，共判刑2年，而且虽然罚款大票3万块。法院表示讲，因两个人到柬埔寨的目的，就是要翕一寡苦毒、性侵、人口贩卖等等的假影片。 伫街道上行来行去，哪行哪摕手机啊，敢若就是网络红人换安小姊伫柬埔寨开直播，自导自演的场景之一。讲家己拄着袭击、防抢劫，互当地警方抓起了后，一度归路求原谅。结果柬埔寨政府根本无爱插伊。对当地媒体报道，西港省长坦白讲，伊甲网络红人阿闹犯下严重错误，伫服刑期满了后，才互驱逐出境。 超出真侪犯罪证据，纸顶面写的拢是计划好的过程。15号，当地警方移送了后，根据检中时报报道，西哈努克省级法院也真紧做出判决，依照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，分别判处原安小姊甲阿闹2年的有期徒刑，每一人罚款400万块柬埔寨币，相当大票3万块。 法院警告指出，两人去柬埔寨就是要拍这个包含虐待、性侵害、人口贩卖、器官交易的这个造假影片。他也深入险境去做这件事情。其实老实讲，我从一开始就非常的反对。原安小姊当初接出代志，伊的家后爱婆一开始并无报案。 反倒转到这个网络红人，结果随开直播，一直到原安小姊就是团子轰炸的消息了后，伊的家后才伫迄天暗时报警，也引起外界质疑。亲戚朋友是毋是早就知影经过代志，全部拢是假做的？ 那经查，陈男出境尚未返国。那依据失踪人口查询作业要点第5点规定本分局仍应归受理失踪人口协寻。原安小姊在柬埔寨所从事的相关行为，如果回台后遭检警认定仍然有成立犯罪的可能性，还是会面临台湾的刑事责任。 就算亲戚朋友配合搬去，律师讲按照国内法条，恐惊无法度开发。也若原安小姊甲伊的共判伫国外犯法，转来台湾了后，是毋是被追诉？律师是分析，上侪可能牵涉社会法，散布不实谣言的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